媽，你一個月有1萬退休金，仲想食進口車厘子？你配咩？仔仔張磊呢句話好似一把刀咁插入我心口。我手上攞住啱啱喺超市拎起嗰盒車厘子，標價188蚊，喺仔仔嗰種睇唔起我嘅眼神之下，顯得特別刺眼。周圍買嘢嘅人全部擰轉頭望住我哋，我塊面即刻火辣辣。我只係想試下啫。我把聲細到好似蚊叫，隻手唔自覺鬆開，盒車厘子跌咗落地。想試下？媽，你知唔知我哋屋企而家咩情況啊？樓按、車貸、細路學費，邊樣唔使錢？張磊把聲越嚟越大，完全唔理人哋點望。你嗰少少退休金夠做咩啊？仲想享受？我彎低身去執嗰盒車厘子，隻手震緊。28年嚟，我第一次俾自己個仔咁羞辱，第一次覺得咁無助、咁嬲。企返起身嗰一刻，我做咗一個連自己都冇諗過嘅決定。30年前嗰個冬天，我抱住啱啱出世嘅張磊喺產房入面發過誓，呢一世一定要俾呢個仔最好嘅一切。嗰陣我先25歲，只係紡織廠一個普通工人，月薪得200蚊。張磊爸爸喺佢2歲嗰年因為車禍過身，剩低我哋孤兒寡母相依為命。我冇再嫁，將所有心機都放晒喺養大個仔身上。為咗俾張磊讀好學校，我每日放工之後仲要去成衣廠做計件工，成日做到半夜12點。手指俾針吉穿係等閒事，有時攰到直接趴喺衣車上面瞓着咗。記得張磊讀小學嗰陣，班入面搞春遊要交50蚊，嗰陣50蚊對我嚟講簡直係天文數字。我足足1個月唔捨得買肉，就係為咗幫佢湊夠呢筆錢。媽媽，點解我哋屋企成日都冇錢？8歲嘅張磊曾經咁問我。我抱住佢，眼淚跌咗入佢頭髮度。等媽媽努力做嘢，以後就會有錢嫁啦。為咗呢個承諾，我搏晒命咁做嘢。人哋放工返屋企睇電視，我就去夜校學會計；人哋周末休息，我就去做兼職清潔。每1蚊都恨不得擺開2份用，但只要係張磊需要嘅，我從來都唔慳。張磊好爭氣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。每次開家長會，老師都讚佢聰明懂事，我心入面甜過食蜜糖。張磊讀初中嗰陣，啱啱遇上國企改革，我俾人裁咗。嗰一年，我42歲，喺搵工市場上已經唔再後生。為咗維持屋企開支，我咩工都做過，喺街市賣菜，幫人做保姆，喺地盤煮飯。最辛苦嗰陣，我一日只食1餐飯，就係為咗慳錢買營養品俾張磊。媽，你咁搏命值得咩？15歲嘅張磊開始懂事，望住我一日瘦過1日嘅身體，眼神入面全係心痛。值得，只要你考到好大學，媽媽做咩都值得。我摸住佢個頭，心入面充滿希望同動力。嗰陣嘅張磊仲係好體貼，會幫我做家務，會喺我病嗰陣斟茶遞水，會喺我做到好夜先返屋企嗰陣幫我留盞燈。母子2個相依為命嘅日子雖然艱苦，但好有溫情。高考前1個月，我積勞成疾入咗院，醫生話我營養不良加過度勞累，要好好休養。但我邊敢休養？張磊就快高考，正係最需要營養嘅時候。我偷偷走出醫院，繼續做兼職。每日朝早6點起身去街市入貨，夜晚10點先返屋企。張磊心痛我，叫我唔好咁搏，但我同佢講，媽媽唔搏，你點可以安心讀書？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張磊用優異成績考入咗省城嘅重點大學。攞到錄取通知書嗰一刻，我喊咗，嗰啲係開心嘅眼淚。20年嘅辛苦同付出，終於有咗回報。張磊讀大學嗰4年，係我最艱難，但亦係最有盼頭嘅4年。學費、生活費、住宿費，每一筆開支都好似一座山咁壓喺我身上。我揾咗份超市收銀員嘅工，每日企10個鐘，對腳腫到好似蘿蔔咁。放工之後仲要去做鐘點工，一日瞓覺唔夠5個鐘。
但只要收到張磊電話，聽到佢話讀書順利，我就覺得一切都值得。我叫佢唔使擔心屋企，專心讀書就得，錢嘅事媽媽會諗辦法。大二嗰年冬天，張磊突然打電話嚟，話佢拍拖啦，個女仔係佢哋班嘅班花，屋企條件好好。佢希望我每個月俾多啲錢佢，咁約會嗰陣就唔會顯得寒酸。我諗都冇諗就答應咗，又搵多份夜晚喺工廠做包裝嘅兼職，每晚10點做到凌晨2點，4個鐘可以賺80蚊。有一次喺工廠做嘢嗰陣，我突然暈低咗，醒返嗰陣已經喺醫院，醫生話係低血糖加過度疲勞。瞓喺病床上，我諗嘅唔係自己身體，而係今晚份工未做完，又少咗80蚊收入。張磊知道我入院之後，匆匆忙忙由學校趕返嚟，見到我咁憔悴，佢喊咗：媽，你咁樣會攰死噶？唔會嘅，媽媽身體好好噶。我硬撐住笑容安慰佢：你只要好好讀書，搵份好工，媽媽就輕鬆啦。嗰陣嘅我堅信，只要張磊畢業有咗工作，我哋嘅好日子就會嚟，我就可以停低奔波嘅腳步，享受一下普通人嘅生活。然而，現實遠比我諗象中複雜。張磊大學畢業之後，好順利揾到一份唔錯嘅工，月薪8000。我以為苦日子終於捱到尾，心入面滿懷期待，等住享受冇辭子孝嘅溫馨日子。但好快，新的需要又嚟啦。媽，我要買樓，首期差30萬。張磊呢句話令我一時間講唔出聲。30萬對我嚟講簡直係天文數字。仔，媽媽呢啲年儲落嘅錢得10萬蚊，唔夠啊！我照實講。咁你諗下辦法啦，我總唔可以一世租樓住啊！而且小文講咗，冇樓就唔嫁俾我。張磊口中嘅小文就係佢女朋友，嗰個我從來未見過面嘅女仔。為咗個仔嘅終身大事，我攞晒所有積蓄出嚟，又揾親戚朋友借咗20萬。55歲嘅我重新孭起債務呢個重擔。樓買咗，婚禮辦咗，孫仔亦出世咗。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享受湊孫嘅快樂，但等住我嘅卻係更多要求。媽，個仔要上早教班，1年3萬。媽，小文話想買架車，你再諗下辦法。媽，我哋想換間大啲嘅屋，你嗰層舊屋可唔可以賣咗？每一次我都冇拒絕，就算要再借債，就算要賣咗自己唯一嘅屋，搬去租屋住，我都咬住牙答應。喺我心入面，個仔嘅需要永遠排第一。只係我冇諗到，付出得越多，得到嘅反而越嚟越少。張磊好少主動打電話俾我，間中聯絡都係因為要錢。過時過節，佢哋一家3口更加願意去小文父母屋企，話嗰邊地方大，條件好。我住喺20平方米嘅租屋入面，望住牆上張磊由細到大嘅相，有時會諗，我呢20幾年嘅付出到底值唔值得？舊年我終於退休，每個月可以攞到1萬蚊退休金，喺同齡人入面算係唔錯。畢竟我後來入咗一間效益幾好嘅公司，有咗穩定退休金，我諗我總算可以對自己好少少。咁多年嚟，我從來冇為自己買過咩似樣嘅嘢，連一件過100蚊嘅衫都唔捨得買。上個月係我生日，60大壽，我鼓起勇氣打電話俾張磊，希望佢可以返嚟陪我食餐飯。媽，最近太忙啦，改日啦。係啦，我哋想幫個仔報個英文班，要2萬蚊，你睇下。電話入面，張磊把聲依然咁理所當然。我呆咗一呆，然後話：好，媽媽轉俾你。掛咗電話，我望住手機屏幕發呆。我生日佢唔記得，但一要錢，我就係佢第一個諗起嘅人。呢種感覺令我講唔出咁難受，但我同自己講要體諒個仔，後生人工作壓力大，又要養細路，的確唔容易。直到今日喺超市發生呢一切，我先突然意識到喺個仔眼中，我究竟係一個咩存在。
當我彎低身執起嗰盒車厘子嗰陣，腦海入面閃過好多畫面。深夜喺衣車前面做嘢嘅我，喺地盤汗流浹背嘅我，為咗慳錢一日只食一餐飯嘅我。呢28年嚟，我從來冇問過自己配唔配得到啲咩，我只知道不停俾，不停付出。但而家我個仔問我：你配咩？呢3個字令我心入面某條弦突然斷咗。我抬起頭望住張磊嗰張我曾經親過無數次嘅臉，突然覺得陌生到不得了。當我隻手就快掂到嗰個會改變一切嘅門把時，我個心跳得好似要跳出嚟咁。我冇將車厘子放返去，而係直接行去收銀台。媽，你癲咗啊！100幾十蚊買得咁少車厘子？張磊追上嚟，把聲入面帶住嬲同唔敢相信。我轉身望住佢，第一次用咁平靜嘅語氣同佢講嘢。我冇癲，我只係諗明白咗一件事。俾完錢，我抱住嗰盒車厘子行出超市。張磊跟喺後面，仲喺度喋喋不休咁抱怨緊啲咩，但我已經聽唔入耳。返到屋企之後，我做咗人生中最重要嘅一個決定，唔再供養張磊。嗰晚，我發咗條短信俾佢，由聽日開始，媽媽唔會再俾你任何經濟支援。呢1萬蚊退休金，我要用嚟過自己嘅生活。手機好快響咗，係張磊打嚟。媽，你咩意思啊？你係因為今日件事嬲咗我咩？我嗰陣唔係講笑咩？張磊嘅語氣有啲慌。唔係講笑，我把聲好平靜。仔，你今年28歲啦，有工作，有家庭，係時候學識獨立。但係個仔英文班學費仲未交啊，留案仲有10年先供完。我一個人根本負擔唔起。聽住電話入面個仔着急嘅聲音，我心入面湧起一種從未有過嘅感覺。咁多年嚟，我第一次擁有選擇嘅權利。呢啲都係你嘅責任，唔係我嘅。我講完就掛咗電話。之後幾日，張磊不停打電話、發信息，態度由憤怒變哀求，由威脅變示弱，咩招數都用齊。但我心意已決，冇再動搖。斷供第2個月，奇蹟發生咗。張磊竟然主動揾咗份兼職，夜晚去開網約車幫補家用。小文亦結束咗做全職太太嘅日子，揾咗份文員工作。更令我驚訝嘅係，張磊開始學做家務，學帶細路，甚至開始研究點樣喺有限預算入面過好生活。媽，我發現其實我哋唔需要咁多錢，都可以過得幾好。3個月後嘅一個週末，張磊主動嚟探我，呢係斷供以嚟佢第一次嚟我度。佢整個人精神面貌煥然一新，唔再係以前嗰個依賴性好重嘅巨嬰，而係一個真正嘅男人。你瘦咗，我望住佢講，但我覺得好充實。以前成日覺得錢唔夠用，咩都想要最好嘅，而家先發現其實真正需要嘅唔多。張磊坐喺我對面，眼神入面有咗以前冇嘅成熟。媽，對唔住，我以前講嗰啲說話真係太過分。聽到呢句遲來嘅道歉，我啲眼淚差啲跌落嚟。你知唔知？當你問我配唔配食車厘子嗰陣，我突然意識到，咁多年嚟，我從來冇問過自己想要咩。我攞出嗰個一早食完嘅車厘子盒，呢盒車厘子係我呢一世食過最甜嘅生果。張磊低低頭，媽，我嗰陣壓力太大，講嘢冇經大腦。其實你比任何人都配得上最好嘅嘢。而家知道都唔算遲，我笑咗笑。你知唔知我呢幾個月做咗啲咩？我同佢講，斷供後呢幾個月，我報咗老年大學，學畫畫同跳舞。我去咗旅行，睇過大海同雪山。我仲養咗一隻小貓，每日陪我睇電視。我發現，原來我都可以有自己嘅生活。我望住張磊講。1年後，張磊一家3口搬到我樓下個小區，唔係因為經濟困難，而係因為佢哋想住近我啲。媽，我哋想多啲陪你。張磊講呢句話嗰陣，眼入面有真誠嘅光。小文亦變咗好多，由當初嗰個只識使錢嘅嬌嬌女，
變成一個識得持家嘅妻子同媽媽。佢開始主動同我傾偈，問我近排生活點，甚至向我請教育仔經驗。媽媽，外婆話你後生嗰陣特別犀利，一個人養大爸爸5歲嘅小孫仔，成日咁同我講，眼入面滿滿都係崇拜。係啊，我的確好犀利。我一個人撐起一頭家，培養出一個大學生，仲喺60歲嗰年重新揾返自己。上個月係我生日，張女一家3口特登為我準備咗生日宴，飯台上擺住一大盒進口車厘子，嗰係張女特登買俾我嘅。媽，呢盒係今年最好嘅車厘子，你配得上世界上最好嘅一切。張女好認真咁同我講。我拎起一粒車厘子放入口，甜味喺口入面慢慢散開。但今次嘅甜唔單止係車厘子嘅甜，更加係被尊重、被愛惜嘅甜。而家嘅我每個月會攞3000蚊資助張女，但呢個係我主動嘅選擇，唔係被逼嘅付出。剩低嘅錢我用嚟過自己想要嘅生活，旅行、學嘢、識朋友、享受人生。有時我會諗，如果當年我冇喺超市堅持買低嗰盒車厘子，如果我冇勇氣同個仔講而家嘅生活會係點？可能我仲喺嗰間20平方米嘅租屋入面，繼續毫無底線咁付出。可能張女仲係嗰個唔識感恩嘅巨嬰，永遠都長唔大。嗰盒車厘子改變咗我哋母子嘅關係，更加改變咗我哋各自嘅人生。愛從來都唔應該係冇底線嘅付出，真正嘅愛係教識對方獨立，亦教識自己點樣被愛。61歲嘅我終於學識咗呢個道理，而我個仔亦終於成長為一個真正嘅男人。呢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配得上最好嘅車厘子，包括嗰啲愛得太深、